头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再一次到立法院施政报告。面对国民党第11届的杯葛，苏贞昌用拜托的恳请立委，予伊早日就台报告。不过我还是拜托国民党的立委，能够让我早日上台。讲出拜托两个字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第11摆到立法院，主要是受到国民党的立委来阻挡，无法度上台报告。议场内底，刚才看到人形立牌，却无看到半个立委。原来国民党甲战线又到议场外口。晚来猪顾健康。国民党要参加拜6礼拜的秋斗大游行，最后反对3肉精美国猪进口，搁特别做一个全新的粉红猪，搁有其他定定出现伫议场的道具猪仔、小乌、小红，全部拢到场来支援。甲大家回一下心嘞，咱国家需要，吼，安尼大家听会落袂？听会落啊！他讲不出来啊。不过国民党这么积极参加秋斗，劳工团体嘛来批评，过去嘛无处理好劳工的问题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在野啊？国民党过去执政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的确在有些议题可以做得更好，那现在我们在野。我们就是全力把在野党的角色扮演好。22号就要登场的游行，国民党、包括民众党，各有40外个斗阵团体拢加入，讲是30年来上大规模，要做伙行向街仔路，为家己的议题发声。